的三章，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，就是宣布好的工作。这个话是通信的。做监督的，的确就无通指定，只有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，有节制、自守、端正，乐意接待出外人，熬伫教导，无因为酒滋事，无拍人，只要温和，无三钱，无贪财，好好管理家己的家，互囝儿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毋知管理家己的家，歹话照管上帝的教会呢？初入教的毋通做监督，行了伊自高自大，就落伫魔鬼所受的刑罚内。监督的确着伫教外有好名声，行了互人诽谤，落伫魔鬼的罗网内。做执事的也是安尼，的确着端庄，无一喙伤舌，无爱啉酒，无贪不义的钱财，着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大声受试验，若无通责备的所在，然后互伊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安尼，的确着端庄，无讲白贼话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囝儿甲家己的家，因为熬做执事的，家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伫基督耶稣内的真道上有大胆量。我毋茫快快到恁迄位去，所以我先将这个事写互恁。即使若是我言前日久，恁也通知，伫上帝的家中着怎样行。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，真理的条则甲根基，待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无掠做得，就是上帝伫肉身显现，受圣灵称义，互天使看见，受传伫外邦，互世人信服，受接伫荣耀内。